再来看刑事局宣布掠到一个大型的地下机会集团哦，因以台湾证交所的股票指数来拔缴收手续费，有上百个交客哦，交本是超过2亿。警方埋伏伫咧楼梯间，发现目标全部冲起来，入去厝内逮捕嫌犯。警察，警察。桌顶的手机、电脑全部拢是操盘的工具。刑事局接到线报，王姓主嫌为首的地下机会集团，伫咧新北甲台中有几类组头，以台湾证券交易所发行量加权股价指数作为拔缴的落度目标，以做多或者是做空，起拔1点计价200块输赢。大概落单收100至150块作为手续费，输赢紧会当每工落度的特性作为诱因，吸引900名赌客进出金额高达2亿，集团不法的利益超过3200多万。此类经济犯罪如果主头集资收注金额高的话，有可能会影响期货或股市个股的涨跌，以便操控。警方为2022年到今，先后伫咧北中2地3波查缉，总共逮捕王姓主嫌、江姓组头在内20名集团成员，其中还有蔡拿做担任接单员，定期协助小小坡来闪避警方的查缉。专案以涉犯洗钱防制法、机会交易法、刑法营利拔缴罪等罪嫌，移送台北甲台中地检署侦办。记者台中报道。